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平张伟平，咱来看着讲美国甲台湾这关系哦。虽然咱讲吼，美国政府即阵是咧政权过渡这个期间吼，伫咧交接啦吼，但是虾米款的这个部分会当来进行观察咧吼。首先，咱要来讲到吼，这个军事武器的这个买卖啦吼，买予台湾，咱嘛看到讲吼，另外一个部分是咱要讲到拜登政府真正这个内阁热门的这个人选吼，伊讲吼会延续到过去，咱讲甲台湾维持甲川普政府同款的这个友好台湾这个立场啦吼。首先，咱就来看讲，这回啦吼，买卖军事武器是今年的第6摆啊，这个第6摆嘛是川普任内这个第11摆。咱讲今年哦，已经超过1600亿这台票吼，所以咱嘛讲到吼，是根据着这个台湾关系法，甲美国对台湾的6项保证吼，要卖咱武器。但是咱嘛讲到吼，这回这个武器是这个防卫性的这个装备，咱看到是亚震资讯通信系统吼 ，FICS， 咱讲这个金额吼，差不多是80亿个台票啦吼，所以咱讲吼会当提升到咱讲主管这个能力会当大大来提升啦吼。啊，外界毛咧讲啥？这会当互咱讲台湾的军队武装现代化，真正是一个大大的改进吼。另外，咱头拄嘛讲到，伫咧要上入面这个拜登政府这个人选吼，咱过去嘛看到讲吼，伫咧选举期间担任拜登外交顾问这个前亚太助卿嘛 Campbell， 伊讲即阵哦是这个副国务卿的热门人选吼，伊昨就参加到咱看到2020年台美日三边这个印太安全对话，伊安怎讲吼？哇，无了解台湾这个重要性，这个时代已经过去啊！吼，所以代表是啥？即阵全球拢认捌到台湾非常的重要。咱嘛讲到吼，甲这个战略利益也好，理想主义也好，美国甲台湾拢真正麻吼。咱嘛讲到哦，伊个讲到讲，咱讲川政府要强化防卫台湾做了非常好，伊咧肯定川普这个政府啦吼，嘛讲拜登的未来会延续过去这个政策，但是伊嘛讲到啥？两岸开始，这个紧张都要开始倒来消毒啊吼，所以咱讲吼，爱一寡程度有一寡对话，但是这个球游完伫咧北京的手内底啦吼，所以透过今日节目，咱就做回来讲这两个部分。这边来邀请咱来宾，第一位咱们邀请中研院欧美所研究员林正义，大家平安。第二位，咱们邀请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国明，大家好。第三，咱们来邀请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坤基，各位观众，大家好。是啦，要先带观众边来看讲吼，这个 FICS 到底有偌尔强吼，对台湾的这个主管能力安怎提升？先做来看。美国国防部伫美当时间初7，搁一届宣布对台军售案，这是美国总统川普今年第6届，嘛是伊任内第11届。美国官方发布新闻稿表示，这届军售的项目主要是亚震资讯通信系统，目前已经进行知会国会听书。针对这点，总统府甲外交部拢感谢美国政府真重视，嘛协助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嘛讲美国用具体行动落实台湾关系法，也有6项保证的安全承诺。野战部队所使用的通信资讯系统可以提升我们的资管能力。根据了解，这个亚震资讯通信系统有154个通信点等等相关的设备，军售的内容嘛会包括系统技术的资源、人员的培训，也有后勤的资源等等，总额差不多是2亿8千万的美金。军事专家指出，这是属于国军相关设备软体的更新，而且会当提升武器的战力。台湾陆军就已经有了，那这次呢，算是升级版战车那些购置的费用其实是比较庞大的。那无线电更新这种所谓软体的更新，其实是花一小部分的钱，增加陆军战力的增长。国防部嘛证实，伫原本的总预算内底，会阁买爱3飞弹，补充作战的需求，而且讲明年还阁有2个要甲美国买军事设备的军购案，金额差不多是8亿的美金。外界大部分推测是 M109A6 自走炮，也阁有地回型的水雷。再添购一些自走炮，说真的是对战力有提升。智慧型水的话，其实它算是一种所谓一刀2刃，因为其实我们会用的话，其实中国方面也会用啦。美国国会这礼拜会表决2021年度国防授权法的草案，其中包括编列69亿的美金，成立太平洋威慑倡议，嘛会支持台湾来做对抗中国的新工具，明文确保对台军售案，以及台湾必要的防卫能力等等。不过，外国媒体报道，川普对其他的条文有意见，可能会动用反决权，法案若要生效，恐惊还阁有变数。记者综合报道。头拄咱一直咧强调吼，今年都已经6项川普咧卖，尤其咱讲吼，这回真正
非常重要。12月这个初八时阵，咱看到这个日期啦吼，讲是亚人资讯通信系统啦吼。相信讲大家嘛知影吼，这个选举的结果，美国总统选举吼，即马是谁要入主？是拜登要入主。但伫伊是咱讲吼，这个过渡政府这个期间吼，伊个宣布，虽然嘛有人讲吼，哇，这个本地这个国会已经是按算好势吼，国会已经知影吼，但是咱看到伫这个部分，咱看到继续陆续有安尼这个军事武器的这个买卖是代表什么意思？咱等下再来讨论。咱嘛看到讲，今年这个6度的这个部分呢，当对咱台湾这个国际哈是讲国防这个力量安怎来去提升，尤其甲美国甲这个台湾的这个军事合作吼，会安怎来去进行吼。所以咱头头讲到，这个今年咱看到12月时阵2.8亿吼，差不多80亿的这个台票。另外11月初4的时阵有4只啦吼，咱讲 MQ-9。B 啦吼，这个海上卫星侦察无人机吼是6亿美金。另外12月27啦吼有400架这个吼雷射鱼叉飞弹吼，佮有100套的这个发射的这个系统。另外咱过去嘛讲到这个海马斯这个火箭系统。另外佮有7月30的这个爱国者3型的这个防空飞弹演习案吼。5月日佮有8这个 MK-48，佮有 MOD-6AT。重型的这个系列吼，拢总加起来，咱讲吼今年安尼就1600亿台票啦吼，所以咱看到讲，这嘛是 Trump 吼，咱讲第11摆这个军事武器的这个买卖吼，可能已经是上尾一摆这个 Trump 引来，但是咱头头讲咯，过渡政府，Trump 的这个政策吼，真正这个拜登的 Q 去用吗？应该是会啊，因为这个是美国的法律台湾关系法 ，OK， 所以无论倒一个总统吼。武器可能有多有少，但是应该爱根据这个台湾关系法，跟这个美国总统每一党都会签署这个国防相关的法案，吼，伊这内底都有讲到台湾 ，OK， 讲到台湾的部分就是讲台湾安那甲这个中国，吼，咱以小博大，以小来博大，吼，以足少来博合济，吼，无对等的战略，吼。就足这，咱来知影这个系统的整合、整合，这足重要。OK， 个这个更新、维修，咱的训练，唔惊这武器的本身。所以会当看起就是讲，甲过去啊，民主党的这个奥巴马较无共款，就是讲吼，咱川普这个总统看起在一届，但是这个。奥巴马政府拢总甲3届，所以伊3届就将足这扣着1届，其这个意思都是共款啦。咱按讲吼，有等来看，拢不过，我那安尼讲就是讲，这个川普总统，以这个4党内底，卖予台湾将近183亿，好。包括最近这届吼，所以原来是足大一个数额吼，但是咱原来知影就是讲过去这几档，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军事的威胁，有特别有提悬，所以原来根据就是讲台湾关系法，吼，台湾受到的威胁，来调整美国。爱安那来对待台湾武器的需要是啦吼，看到这个中国吼起无空的这个部分，这个战机豆豆啊飞吼，直飞吼，真正咱看到过去这个咱讲2年来然后这个战机安尼飞啦吼，咱嘛看到讲咱台湾有所应用，另外美国嘛有所应用啦吼，另外咱过来看讲吼，这个亚阵资讯通信系统到底会当伫咱讲吼，伫咧防卫能力头顶会当做什么款的这个提升啦吼，咱嘛看到讲吼，这回合就是这个 Fiel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ystem FICS 哈，这个系统有啥？有154个这个通讯的节点，另外有24个通讯的这个过电器啦吼，8套这个网管系统甲相关的这个设备，咱嘛看到讲有系统技术的资源啦吼，另外人员培训甲后勤资源等等，拢总是开这个80亿台票，所以这个系统会当创啥？国军指挥管制通讯的这个能力，另外佫会当创啥？保证是吼，确保咱讲战时的这个通讯会当顺啦吼，那是真正中央指挥中心管理啦吼，那做到吼，真正吼去用拍到吼，这个系统会当使这个部队继续来发挥伊的这个战力吼，继续咱要请教这个国民主任嘛吼，伊这个系统咱看这是旧的这个相片吼，就是这代咱要来加这个 FICS， 这个加落去，咱的能量安怎提升？咱来讲啊，咱看相片就讲悍马车、悍米亚车啦，悍米亚车通讯车吼，咱安尼讲啦，讲，为什么要通讯？吼，咱古早咱伫烧电吼，比如讲三国时代时阵，士兵吼伫烧电，用火的用烧的吼，咱讲咱两个人要相拍啊，咱去闹人，你用火用烧的吼，
用化用休的，这个距离有限嘛吼。如果你甲这山头你看无啊？是。啊，这个时阵吼，古早的时阵哦，修正时阵哦，距离伤远啊，山头对山头，无要紧，迄用机号吼，飞机啊来飞。即马咱飞机啊吼，人历史来看，甲差不多拿破仑时代吼。OK。迄士兵伤济啊，吼，伤济啊，我只有惊徛喺山头用花用休的，距离有限吼。是。古早时代差不多一出大战时候，有一个外国人吼，叫马可尼吼，马可尼发现无线电，吼，无线电了出来，这就好算啊，无线来电吼，通讯组吼愈来愈长吼，你有使用无线电来休啊，你即个部队到位，即个部队到位吼，这是无线电的起源吼。那无线电起源看，甲二处大战吼，你看伊发电吼，其实就长久的吼，距离愈来愈远吼。那咱即届买吼，即个亚阵的通讯系统，古早是有啊，咱古早有啊吼，咱差不多921赈灾时阵有啊吼，地震时阵即届买吼会使更新吼，咱即摆来看吼，这为虾米吼来看咱看即个系统是啥物款的吼？是即个系统啊，咱慢慢看，无要紧吼，就是讲，即个就是汉马仔车 ，OK，汉马仔车吼，就讲内底吼，伊都有一个通雷达吼，雷达吼，会使。你看，咱看这个相片哦，伊这一个单位吼，5个人就好，5个人包含军官、士官吼，大部分拢是士官啦，士官长吼较资深吼，伊较了解吼。那这个通讯系统呢，足好算的哦，就算如果这汉马车吼开到这个山头，还是讲开到搭一个所在吼，伊就甲慢慢这个雷达吼，伊咧先放个电话条吼，慢慢甲揪喙吼，揪喙你想看卖？咱一个基地台吼，迄通线迄天线会使徛悬，会使通讯吼。这伊的目的是安尼，这会使存偌悬呢？无偌悬，25公尺，25公尺，足悬呢吼，5层楼以上啦，7八层楼，所以这25公尺吼，这就有差哦，有差哦。比如咱伫国小的操场吼，还是讲倒位，这在。通足远的吼，你若讲即个汉马车若走去山顶，这距离就愈来愈长啊嘛。是。毋过啦，这通讯距离吼，我知影是偌1公里，毋过我先莫讲，吼，因为大家拢咧看吼。那这通讯距离吼，你徛这个山头吼，你若讲另外一个汉马车吼，徛迄个山头，这就相通。相通吼，相通了后呢，这就有趣味啊吼，趣味啊讲你知影这部队伫倒位？你知影这部队倒位？陆军的部队足济吼，有步兵吼、炮兵，有战车吼，有化学兵吼，有工兵吼。你遮济单位吼，每一个拢爱用无线电。是。无线电大家拢伫卡，一定会。中华电信嘛，记载袂掉啦吼。讲较歹听吼，这就是基地台。OK。讲歹听，你有足济基地台吼，比如这甲一台尔。OK。海马车一台尔，一台、2台、3台吼，咱拢刷出去，刷出去了后，尼指挥官就讲即个部队伫倒位，即个部队倒位吼，伊咧指挥了会使足自然的，足自然的吼。为虾米要遮济呢？讲歹听吼，较不2、3种啦，即台向拍去，搁有另外一台。OK。搁有第3台吼，所以这汉马车我们叫通讯车吼，伊的功能就是安尼吼。那为虾米即个部队遮重要吼？咱莫看吼，这中华电视哦，你历史小学，部队嘛是共款啊，吼，部队你军用的通讯你袂使一点钟登去啊，吼，所以这个部队有一个特性就讲，伊通早人入去 ，OK， 吼，比如咱演习的汉光演习的时阵，伊通早入去，伊通尾出来，上早入去，上尾出来，通尾出来吼，因为伊较早入去就讲你爱先去遐吼，比如这个阵地吼，去先伊讲。架这个基地台，架了就先试通，看有通讯无单位家己通联了，甲别个有啥物通联，若无通的时阵，又该去刷位，所以伊这个部队拢爱较早人入去，较晚人出来。是。那虽然讲啦，大家拢无看讲甲军舰啊，跟战机啦，较威猛，毋过伊这是无形的战力。
无形的战略啦吼，所以咱头拄讲的这个是这个 Trump 吼，上尾这个部分咱讲吼，可能是上尾一届袂好咱的，但是咱讲明年又搁有2项吼，有人嘛咧要讲吼，这2项是啥物啦吼，咱等下搁请教这个国民兄吼，咱头拄搁来请教咱的这个理事长吼，咱其实头拄讲到，这个美国会延续过去这个拜登这个 Trump 这个部分吼，拜登会继续来去行这个 Trump 这个路吼，无一个长去吼，咱嘛看到讲吼，美台这个合作真正是有影这个肉啦吼，所以咱啊看到讲吼，明年到底会买啥？是讲吼，这个对美台关系来讲啦吼，是这个国防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提升，还有啥物当观察的点？知影吼，那个蔡英文蔡政府哈，甲总统伊就讲进前啊，讲你唔着保哈，也错保的是哈。其实咱即摆看来吼，咱想要这个判断是唔对的哦。其实对美国来讲吼，咱看到迄个坎贝尔讲的迄个。即摆无了解台湾的重要性吼，已经过去啊啦，吼，迄种时代已经过去啊。意思是讲，美国的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吼，拢共款，即摆拢知影台湾其实足重要，吼，就不管是战略的地位啦，还是迄个啥防卫方面吼。较早是就想讲，你啊台湾，这美国人可能唔知影讲台湾这是啥物所在，即摆大家拢知啊。是，所以这是足重要。啊，这足重要就是讲。你看咱这2天拄啊通过迄个国防授权哈，法案来讲，印尼哈，这是伫迄个啥众议院是这个民主党上大的呢，因为压倒性的通过，可见就知影讲要保卫台湾哈，防卫这个啥台湾哈，那么做一个迄个算作写伫这个法律内底啦吼，精算哈。是。这是足重要的，迄个啥，大家的共识，所以在这个情形来讲哈，虽然换过这个政府啦，换拜登来讲哈，这个还是会持续啦，会当继续会当迄个啥，迄个对台湾的迄个保卫应该是未放松的些，未放松总强调啊，当然是咱爱武器啊，较早是拢做迄个啥，迄个美国拢做看迄个北京也唔敢食啊，唔到后白买，对不对？是。即摆为川普来开始了，直直买了哈。我想拜登伊若共款的，伊若会直直买互咱。我那继续啦吼。嘿，咱爱看讲未来咱需要啥物物件。其实吼，有当下咱讲这种像头仔讲的这个啥 A 检的这个啥直通的系统来讲，这是陆军咧用的较济啦吼。我较早在这边的是伫咧陆军通讯学校，迄。大家迄啊，不管迄个是军官、士官啦、什兵啊，拢嘛爱来受训啦。所以伫咧战争的时阵，吼，还是讲伫咧演习的时阵，通讯是上重要的一个迄个啥，迄个武器就是啦，吼。是。啊，无迄个通讯吼，你讲遐济兵啊，遐济出去吼，咱莫讲计较，吼，要安那迄个啥，要安那责任吼，这是一个足大迄个问题吼。所以这是最重要。啊，咱这个想讲咧讲，啊，未来咱爱较需要啥物物件？我举一个例啦吼，譬如讲伫迄个啥，这个1996年的迄个飞弹危机的时，啊，这个啥，迄个时阵的是美国较知影讲哈，这个强啊真正会对台湾拍飞弹呢，吼，所以要安那来防卫这个啥强啊的飞弹，我袂拍，是，所以迄阵也是开始全力吼。全力去做这个啥飞弹的防卫的迄个啥系统，就是咱即摆爱国者3这种吼反飞弹系统，就是吼反飞弹的系统这种。所以咱未来是啥？就看中国，未来伊会发展啥物件 ？OK， 即摆美国会咧为这个方面吼来加强咱的迄个防卫的能力。是，吼，咱譬如讲最近因即摆在啥？迄个叫嫦娥5号哈，走去迄个月球啊，大家拢因为甲月亮拢看袂记啊。OK， 即马在探这个啥，这大家拢袂记的时阵，大家拢伫迄个防疫的时阵的是啊，走去月亮去。啊，摆伊个啊，太空舰应该是发展了足紧的。OK， 所以咱。要按照这个方面来，有一个防卫的这个基础的哈，所以咱嘛继续来讨论这个部分哈。美国应该会在这方面发展，啊，加强台湾的这个防卫的能力。OK， 咱继续这个请教国民主任哈，头先咱嘛讲到，明年个继续卖互咱啥物无？
咱先讲啊，咱即届吼军售吼，今年的军售吼，差不多应该拢结束啊吼。那结束了后，过应该拢今年吼，大家拢伫用讲，啊，佫有啥物物啊，未买，吼，咱未买吼。啊，咱就咱小米金吼，主代表吼讲，可能是除非的水雷吼，啊，除非性的水雷吼，伊一个缺点嘛，讲优处就讲，伊暂时吼，会使。足紧的吼，但迄福建还是讲上海吼，沿线吼来布雷吼，布雷就讲，布雷就足麻烦，讲你哪会伫人个航线吼布雷，啊你布雷了后，无一定真正爱布，你若讲咱全部要布，当阵就歹啊，所以歹啊就讲对方来讲就较歹，讲伊爱派出所谓的效率的检体吼去扫，效率足麻烦的，足麻烦来讲，咱水雷吼咱布了，伊的形态足济，有漂雷，有点雷，啊，佫有自走雷，自走雷就讲你甲布遐，伊家己会走，听声音哦，听主感的声音，家己去弄着，所以嘿，这个叫智慧型的水雷吼，所以这讲起来吼，就悬疑的，啊，毋过伊本来就是安尼啊，所以伊讲歹听吼，小可伊的价钱吼，小可淡薄仔贵，啊，不过淡薄仔贵，毋过对咱来讲会好啊。那我拄仔就讲话讲，这是就我们一刀两刃啊，就讲你会使用，咱会使用，对方嘛会使用啊。是啊，咱有中科院，人个中国嘛有中科院，然后伊个科研的单位吼比咱较济，所以比咱较济吼，咱用水雷吼，伊嘛可能用水雷吼。那为了要预防这点吼，咱就爱讲，咱的扫雷箭，有箭。有诶筹备完善无？那有诶话，咱会使用吼。那第二个，咱109诶主招炮吼。那这主招炮的特点就讲，咱古早诶炮吼拢是用拖诶，吼，比如用卡车拖，啊拖了啊，南个政治了吼，差不多7、8人吼，大概甲这炮吼安顿得好吼，开始拍炮，吼，这是你看就是用拖诶炮，啊拖诶炮你看，一个卡车，吼，一个炮班的做完吼，差不多加起来差不多10几个，是10几个了后，有一个想法讲，咱自走炮，咱讲歹听，6、7个就够啊。吼，6、7个就够啊。美国的薪水就差足济啊呢。吼，比如10几个甲6个差足济。是。吼所以自走炮伊介绍小可悬，不过小可悬你安尼讲，伊个自走炮，你到定位了，伊拍了伊是在走啊。是。吼，伊在走啊，咱当然是讲，端个通讯系统，你通讯系统甲这个炮兵讲，这你去走倒去，啊，你拍了后随走，你因为你开炮了后，你爱想讲，对方会反击，好，反击了后，你爱先走啊，就故意叫转移阵地，就这个阵地，紧刷这个阵地，啊，你讲正讲吼，啊，对方要反攻击了，你就使走啊，所以咱的炮兵吼，伊的生存力吼较悬，OK，啊，你讲了的时阵，咱就知影主导炮伊的特色就是安尼吼，不过我讲歹听，伊个小可介绍吼，小可较悬，不过这是会好的哦，会好的啦，绝对会好，就是用人力来去甲算，一定会好啦。好，我倒想讲话，然后咱主导炮差不多7、8吼，咱上济7、8吼，啊你炮班甲卡车不止啊，啊你美国的薪水，你人的薪水你都会好啊，所以我感觉啦，讲咱若讲。主导炮吼买较济啦吼，咱会去慢慢汰除吼，再用拖的炮。OK，拖炮上慢，这嘛是一种这无对等的这个作战方式啦吼。所以咱嘛讲到过去这个2021年啦吼，咱讲国防授权法真正也是卖这个武器无咧长的这个部分，尤其咱头拄讲到这个授权法嘛提供后要上任的这个拜登政府一个抗中的这个牌，咁安尼来去讨论咧。咱知影过去啊，这共和党当时卖较大的武器，吼，但是台湾的安全唔惊靠这个武器本身，吼，有足济这个软体、软体，吼，还是这个系统的检拍，这个足重要，吼，这训练也足重要，OK， 好，所以咱看见明年1月20，这个民主党的拜登，吼，这个政府上台了。我是希望伊会当个继续来补充台湾有需要，即个软体部分。软体部分，安那将这个陆海空，安那整个把它联合起来。OK， 就是讲咱要以小来拔大，因为中国较大，咱要有这个不对称的作战的方式，构想。OK，
所以咱爱有足者这个资金，品质爱足好，尽量安尼啊，这个是品质好啊，虽然讲小，但是精巧。OK， 啊，量足者，真正哦，啊有法度机动，哦，啊，这有法度这个足紧来补充，哦，所以咱爱从咱台湾本身所拄着的一寡的问题来甲美国来讨论，哦，我将近这个美国唔惊卖互台湾武器，台湾所武着所碰触到的一寡代志，吼，这个美国都知影，吼，台湾爱安怎来应应，吼，所以这个台海中线的问题，这个西南角的问题，吼，互这个中国知影讲台湾甲美国是有准备的，吼，来减轻对台湾的威胁。对台湾的这个威胁啦，吼，会当较减轻一个。所以咱嘛头拄仔讲到，继续卖武器是2001年这个美国国防授权法提供着吼，大家思考一个方向吼。伊嘛讲着啥？伊讲吼，这个台湾甲这个美国军事训练啊，还是讲吼演习这部分，会当做一个季节吼。咱嘛讲这可能是这个头一摆啦吼，伊写明这个军事这个国防授权法内底啦吼。所以咱佫看到讲，真正伫这个过渡时期，这个部分咱会当安怎去思考啦吼。啊，真侪人有无共款的这个看法。咱来看到讲吼，美国大商会这个会长吼，伊安怎讲吼？卡斯讲吼，伫咧美国政权过渡这个期间吼，来当继续对台湾有合理革新的部队化、现代化这个支持啦吼，真正吼，大家拢看得眼来嘛，真正非常的这个支持。另外，看到讲对方这个吼，这个罐头声音又搁出现啦吼，这个华春莹伊安怎讲吼？伊讲吼，哇，这是严重违反着一中的这个原则，甲中美三公报啦吼，根据形势这个发展吼，继续做出正当必要的这个反应吼，这就是因的这个正当的反应啦吼。另外，咱嘛看到咱家己国内安怎看？讲这亚战的这个部分啊，会当提升咱的这个主管的这个能力，嘛会当保护台海安全、区域和平的稳定。另外，咱头拄啊一开始就有讲过啥？美国政府这回卖咱呢是落实到咱头拄啊讲的台湾关系法6项保证吼，甲增强咱的这个国防战略、甲防卫的需求。咱头拄啊嘛一直咧提供互观众朋友了解，就是讲无对等的这个作战方式啦吼。这个野战部队，咱的人吼无法度甲这个中国11外人吼来去比啦吼。所以咱透过这款武器的这个买卖吼，会让咱这个防卫的这能力大提升啦吼，但是嘛有人讲吼，哇美国卖咱遮尔济先进的武器，空军什么时阵吼，这个 F-16的这个战机升级啦吼，但是咱嘛讲，有人讲吼，这个部分进度是落后啊吼，咱先做来看。空军以大号航电专栏，执行咱国现有141台 F-16AV 战机，升级成做 F-16V 战机。美国方面一开始的报价是53亿美金，但因为预算无够，升变新台票1100亿。美国追加2遍预算，总共新台票300多亿。所以，互外界批评，这个专案是无底空。国防部副部长张德平伫初7点立法院澄清讲，预算拢伫咧范围内，并无无限制增加。到现在总共台币是1402亿，其实都还在53亿美金的涵盖范围里面，所以并没有像人家所说的，是无限制的去增加。有认为，这个要伫咧2023年之前完成的 F-16升级进度落后。而且每年拢一直向下修正高机的数量，军方要怎应用？空军讲，今年目标是升级22台，打算伫咧年底会当达到目标。要若是落后的数量，会赶伫咧80几年补照，买5高机。110年35架，35架，111年35架，然后112，最后一年要32架。汉翔，我们共同检讨，未来是以每个月交机3架。的这个能量。对进前 AIT 处长李英杰讲，明年还有52亿美金的对台军售。国防部澄清讲，无过规划新的军购案，也毋过讲，还有2项军购案等待知会国会。国民党这边立会江启臣关心军购内容，并且质疑国防部有秘密交易，包含了所谓的还有2项还没有知会国会，预计大概明年那多少亿左右那个多少亿？那个我的意呢，概率是8亿吧。另外有媒体报道，海军明年要推动6台喇叭叶蓝莓性能提升案，张德平回应，甲事实无符合，专案还佫伫咧规划阶段，而且预算也未变。记者综合报道。
虽然讲到买真侪武器，但是咱家己吼已经有的这个武器安怎去做一寡这个性能的这个提升然后，所以咱继续来请教郭明主任然后，咱这个性能这个部分，这个进度真正有落后吗？咱来讲啦，无人机吼，甲咱战机吼，甲咱汽车无共款哦。咱汽车吼，卡算讲吼，咱有100个零件，咱战机可能1万个零件。OK， 那一个1万个零件，你即个若袂过，你无法度飞嘛，会使飞啊，你敢飞？吼，这大概道理吼，大概小可知吼。咱战机也是讲战舰吼，伊的时间吼足长的 ，OK， 伊的钱足济，吼，足济的时阵吼，讲歹听，咱来慢慢去撬，迄一个零附件，迄一个大概拢贵松松，吼，航台零附件拢贵松松，吼，你要换无？一定爱换，一定爱换，吼，你换你袂使讲，我今年就要好，无啥物可能，吼，敢若讲有可能吼，迄拢甲你骗的，你讲紧啊，吼，讲你环境啊创无好势，你敢有去？是啊，会使啊，你会使有去啊，毋过你去的时阵中国的战机人迄装备较好啊，咱要敢拼吼，所以我感觉吼，咱不管是在野党还是讲执政党还是讲军方哦，我感觉拢无要紧哦，就讲汉翔讲你安怎做就安怎做吼，你一个月3台就3台，一个月4台就4台吼，咱慢慢来无要紧吼，因为安讲说飞行机吼爱要好，你若无好，你讲你去要创啊？卖有四角插啦吼，真正这个若是佫出代志，真正嘛无好。咱今年吼，咱空军一寡代志吼，拢发生，我感觉讲吼，慢慢来吼，升级的部分慢慢来。咱即摆讲，为什么 F16B 吼最重要吼？F16B 吼，咱讲歹听吼，是讲咱后摆了吼，用幻象的战机吼，慢慢去汰除了吼。F16B 吼，会使讲咱空军的大种吼，F16吼，即个战斗机吼，足厉害吼，伊会使对空。或者对地，会使对海，吼，所以讲歹听，伊是三个拢会晓，吼。咱对海有鱼叉，吼，鱼叉飞弹，吼，对地有小牛飞弹，吼，对空的吼，咱拢有飞弹，吼。所以讲歹听，伊是专性能的战斗机哦，所以伊负担会较重，吼，伊较重，吼，那负担会较重，吼，咱即摆升级，吼，拢是F16较紧嘛，吼，拢摆互伊。吼，你有感觉讲，咱 IDF 敢有升级？有啊，嘛是有吼。啊，毋过伊的顺序吼，就讲歹有较后壁。有较摆后壁。咱 IDF 有升级吼，有升级，有升级。咱即摆拢头个空军的资源吼，拢 F16B 升级。吼，咱讲歹听，咱买无 F35嘛，那美国买你吼，美国买你吼，美国讲你 F16B 你升级就好啊，吼，无要紧，咱就来升级吼。我感觉讲，因为咱嘛讲吼，咱升级了吼，有人讲为什么无可能无法度甲？中国的歼落石吼做比拼，毋过咱是防卫性的，咱有一个优势，讲咱顾好区域就好啊，咱免甲伊做相斗吼，咱毋是要甲伊讲，毋是要甲伊车拼啦，毋是甲伊车拼，讲咱要争夺的亚太霸权，毋是，吼，咱是讲防卫尔，所以防卫了，其实咱的 F16B 的这个机队吼，基本上是对美国来讲是讲，你若用遮济，吼，其实。美国人也是讲欧洲人来评估啦，咱台湾的空军是其实足济啦，吼，足济吼，因为对因来讲吼，咱因外国有评估过，2个连队就好啊，咱有4、5个连队，所以讲歹听，咱是防卫已经有够啊，咱无要甲伊做比赛，免做这个亚洲第一啦，吼，咱防卫能力够咱毋是甲伊做军备的竞赛，咱毋是叫军备的竞赛，咱防卫了已经有够吼，咱 F16B 的战斗机吼，伊是。多功能的战斗机，所以即马吼升级来拢会投互伊，这是这个原因。OK， 所以咱头段嘛讲到吼，这个武器性能的这个提升，对台湾来讲吼，真正是爱一步一步来啦。尤其咱看到讲过去咱讲有一寡这个细角差的这个部分，希望真正避免吼。但是咱嘛个回过头来讲吼，咱台湾防卫能力吼做较够，这嘛是帮助美国嘛是帮助咱家己啦吼。但是咱嘛有另外一个讨论就是啥？过去咱咧要讲吼，这个国防部长拜登。这个要公布的可能是一位女性吼，伊是较这个反中这个鹰派这个吼 Florney 啦吼，即阵改变是一位非洲裔的这个部分，然后头一位可能是会当做到因为这个国防部队吼，本地咱拢咧要讲吼，这个 Florney 伊这个部分吼是主张美国爱伫72点钟内底吼，就消灭中国海军这款鹰派人士，尾手咱讲吼是 Austin 来出现啦吼，所以。
最后关头决定要拍这个安全牌。有人讲这个 Austin 到底对中对华的这个态度是啥物嘛真正真使人真爱观察的这个部分啦咱嘛小可小解伊是确底这个西联军校是这个部分来比较第陆军服役41档2016年来退役啦咱看到讲这个67岁是美国史上第一位非洲裔的这个国防部长啦这个 West Point 毕业了后伊做41档另外，咱嘛讲伊服役期间主要负责的所在是对中东。另外，伊嘛经过这个 Iraq 的战争、Afghan 的这个战争，佮 Syria 这个战争啦嘛担任过德国联合部队的这个指挥官做啥做督导咱讲打击这个 IS 这个部分因为伊较低调咱嘛叫伊真正激点点的这个将军对中国威胁态度不明啦敢是真正是安尼啦咱继续来请教这个昆仪这个理事长。我感觉这个这个奥斯汀看伊的经历拢伫迄啥伊拉克啦、阿富汗啦、中东这个所在都有迄个实践的迄个军经验啦所以为这看起来来讲迄个拜登未来迄个国防方面应该嘛是那注重是这个中东的，伊袂像这个川普规个拢甲刷来对这个中国。OK。所以伊安尼可能会较有平衡一个。按过用的这个啥，这个一寡国防的迄个国门这方面嘛是对中国那较强硬。OK。所以我感觉是讲，伊的幕僚这个方面其实较对中较强。OK。幕僚的部分可以去硬啦这个啥，这个国防部这方面执行的这方面应该是去对中东同款的，甲这个所在动作尤其是迄个啥伊朗这个所在这是美国上重要的一个战略的要地就是了。OK， 真重要这个所在，所以咱头拄嘛讲到，伊可能未来会较主要是咧中东这个部分看过伊的这个经过安尼，但是对华的这个态度咧，这个人因为伊较无他讲话，所以人也唔知伊的态度是安尼。这个做国防部长的，本早都要 keep silent 啦拢是较点。OK。你看较早，除迄个啥，这个马蒂斯较有小可有讲一寡话，啊，不过因讲话拢嘛是伫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啥，这个香格里拉方面，因较有大声咧讲无普通时拢是较点因为国防部是执行的迄个单位，唔是迄个决策的单位，单位是参谋组长联席会议OK。所以这个用这个人应该有这个好处啦第二点是啥？咱即摆就要了解讲，不管美国袂互咱偌济武器啦，咱迄个啥叫做刺猬岛也好啦，还是迄个堡垒拢会使。OK。不过最重要的，咱蔡总统前几讲讲过，伊爱建立一个迄个啥联军呐，联合军队的联军对来甲中国战到底。这意思来讲啥？要靠台湾一个去甲阿强啊对抗是无啥对。所以你看咱看这个伫个美台日的迄个安全对话内底这日本呢，日本的学者伊嘛会讲到是日本应该爱甲台湾纳入规个迄个啥，这个美中的这个，所以咱嘛看到讲佫有前这个过去这个美国这个官员嘛讲这个过去有5类目睭这个联名即阵要甲日本邀请入来变6类目睭做伙来抗中这个牌。咱嘛要先带观众朋友来看讲这个后一届咱头伊讲拜登上任了，台美中这个关系会出现啥物变化？咱嘛看到讲昨蔡英文。咱讲出席到这个2020年台湾、美国、日本3边印太安全对话啦致辞的时阵强调讲无论是这个美国大选也好，也是香港民主的这个运动，拢会甲影响台湾未来和这个区域这个联军的这个关系啦另外，咱嘛要看讲这个 campaign 未来真热门的这个副国务卿，以上来讲先做来看。2020年对全世界来讲是充满挑战，唔有新冠病毒的疫情，中国实施香港版的国安法，嘛直接冲击到香港的民主自由，嘛继续对国际甲区域的经济产生威胁。对美国虽要进入拜登的时代，未来台美中的关系会安怎变化，嘛受到关心。
总统蔡英文出席2020台北节三边印太安全对话指数的时阵强调讲，敢若透过参加而且共同合作，才会当应对各种挑战。The South China Sea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militarized, and authoritarian forces consistently attempt to violate the existing rules-based order. Taiwan has been at the receiving end of such military threats on a daily basis. We therefore understand the urgency of dealing with these threats. 蔡英文强调讲，台湾已经准备好啊，愿意提供各国适当的协助。若是要安怎面对2020了后印太甲台海情势挑战甲机会？伊实行发表专题演讲的美国国务院将亚太走向坎博认为讲，两岸紧张的关系敢是会当缓解，关键也是伫咧中国。I'd love to see an environment in which tensions are reduced between Taiwan and Beijing. I'd like to see some degree of dialogue resume, but ultimately that is beyond what the United States can wish for or hope for, and clearly that ball is fundamentally in Beijing's. 今年拄好是全球合作合训的结果 ，GCTF 成立5周年，这是一个应用非传统安全，还有全球议题特别平台。蔡英文真欢喜看到日本伫咧去年正做 GCTF 的正式动盘，随着澳洲、荷兰等等嘛小咧刷加入，伊期待 GCTF 会当继续扩大，若是 GCTF 的机制化，是区域合作的重点，互台湾甲理念相共的区域动盘会当有效应应未来挑战。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头都有听到吼，这个 campaign 讲啥 ？The ball is from Beijing 吼，这个球吼到尾啊嘛是北京吼咧拍吼，所以咱头都有讲到，虽然伊讲啥，拜登政府的寻求台美会当合作的方式甲领域啦吼，嘛会当看到讲台湾甲北京降低紧张的情势，但是咱头都有看的，这个北京的手里这场球，这场牌也好，这个球也好，拢是因咧拍的。我是安尼了解啊，吼，就是讲。咱台湾已经做拍拼 ，OK， 吼啊，但是北京都无反应，吼啊，所以这个柯建波伊就讲啊，吼，台湾已经做了伊的部分啦，即马应该看北京安那来处理这粒球啊 ，OK， 所以这个柯建波过去捌做过这个国防部副助理国防部长，是，哦，啊，以这个1999年这个李登辉总统这个特殊的。国甲国的关系，伊安那来处理这个台海的紧张，吼，啊，伊若做过这个奥巴马这个助理国务卿，伊这国务院内底，伊就看去过去7、8当马政府甲这中国这个和解的关系，所以伊有这种的看法，但是伊若了解，就是讲这个中国甲过去完全都无共款。OK， 啊，因为中国甲过去无共款。啊，伊认为讲川普过去那做了袂歹，吼，但是阮爱继续，但是伊本身是一个民主党，吼，伊这民主党就是讲，爱用别种的方式，吼，来甲中国来直接，吼，啊，但是阮也爱有这个围堵啊，还是讲较早是这个硬围堵啊，足硬啊，啊，即马爱用较软的围堵，吼，这个是完全都无共款的一种的思考，咱知影。总统，吼，咱的总统做拍拼，吼，将以这个印太安全的对话，吼，啊，以美国的时间应该是12月7到AM，明仔载台北的时间透早6点半，我来要甲这个哈森，这个哈德逊研究所，吼，啊，甲这个参议员、众议员有这个安全的对话，就是讲，咱台湾虽然讲受到这外交的限制啊，但是咱过去差不多1档内底啊，这种个视讯的对话是足济啦，嘿，啊，那来争取其他国家对台湾的了解，咱又去肯无讲着，是，即马无了解台湾的重要性的时间已经过去啊，吼，所以爱全世界拢了解台湾吼，所以咱要继续带观众朋友过来看讲吼，总统蔡英文伫咧这个美国国际民主协会发表这个视讯这个演说吼，伊嘛这个互这个 Forbes 这个杂志吼，互选做是100名的这个女性的这个领袖啦吼，做来看。
总统蔡英文初九受到邀请，伫美国国际民主协会发表施行演说。蔡总统嘛透过这个机会，恭喜副总统当选人贺锦丽，加做美国头一个女性的副总统，也佮有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摕到国际民主协会民主奖，强调台湾佮美国是朋友嘛是同伴。伫两国做伙伫找新的合作领域的时阵，双方的友谊是更加坚定。The bipartisan consensus over the strength of our relationship and the depth of our values has never been greater and more robust. And I am confident that our friendship will continue to grow closer as we seek new areas of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蔡总统伫演说当中指出，台湾的自由民主有鼓舞着其他的国家，虽然已经有袂少的成果，不过也是有真侪挑战伫眼前。可比香港的权利甲自由，英国拢是真史上的代志，不过即卖拢是已经过去啊。伫台湾面对假信息等等干扰的操作，要有充分的准备，而且要保持警觉。Our democracy does not exist in vacuum. The rights we have worked so hard to secure are seen by others as a threat and a constant source of tension and friction. 富比士杂志嘛公布2020年全球100个上有权势女性的排行榜，蔡英文总统今年是第37名，也那德国总理梅克尔是连续排第1。网页顶悬蔡总统甲贺锦丽，也有阿尔登的相片，拢去有放伫真明显的位置。富比士伫简介当中指出，蔡英文领导台湾度过疫情的危机，是互看作是全球的模范。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讲到吼，所以蔡英文讲啥？伊讲吼，强调台湾的这个民主吼，毋是拢是咱讲和平long政啦吼。台湾甲这个美国这个友谊吼，相信会较 robust、较坚定这个部分啦吼。另外，咱嘛搁回过头来讲这个部分啦吼，就是咱头拄仔讲的这个政略搁吼，伊嘛讲啥 ？Randall Shriver 吼，伊讲吼，台湾的准确甲成功符合美国的利益啦吼。台美日三方面的这个政府拢爱互相来去合作。安尼做咧，台湾才会当继续为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做出贡献啦吼。啊，这嘛是甲这个蔡英文头拄仔讲的有所寡这个呼应伫吼，就是咱看到这个民主真正毋是和平long政的这个部分。另外，咱嘛看到讲台日会当吼共同领导区域这个经济，还是讲吼东协甲日本已经有这个合作架构吼，已经甲台湾放伫内底啊吼。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另外这个冲突嘛，咱之前有讨论过吼，澳洲也好，中国也好，因即阵吼嘛出现经济这个冲突，啊受到这个牵制这关系啦吼。所以目前咱看到讲，中国真歹吼，用这个加入这个环太平洋东盘的这个全面进步协定吼，啊这是咱讲台湾参与到这个 CPTPP 的这个真好的这个时机啦吼。有经济讨论也好啦吼，有这个国防的讨论也好啦吼，咱个回过头来讲到咱的这个国防的这个部分吼，咱头拄仔嘛看到讲这个三边印太安全的这个部分。这嘛是甲台湾真重要吼，尤其咱头拄仔虽然讲吼即阵可能这个国防部长是这个吼较挖这个中东这部分，但是这个昆仪理事长头拄仔讲到吼，这个幕僚这个部分可能也是对中国来较强硬这个部分吼，所以台美日这个三边的这个印太安全会，咱个会当看到什么 case， 咱继续来请教国民主任吼，你安怎看咧？咱来看啦，咱一个国家吼要生存吼，靠军事，吼要繁荣靠经济吼。咱即摆态势就表明讲，即摆就中国一步一步过来吼。咱即摆讲白听，咱就靠军事来保护咱家己吼。咱保护咱家己，咱可能咱做会到，咱做袂到，咱靠朋友。吼，咱靠朋友，咱讲白听，即摆出美国。吼，美国讲白听是假卖武器互台湾，毋惊得失中国的国家。安尼听有吼？对，美国吼是。假卖武器予台湾，毋惊得失中国的国家，所以咱的武器拢会靠伊吼。咱靠伊的时阵，咱就爱看，靠伊无要紧吼，会使有朋友过来，嘛是过会使吼。比如咱若咧相拍，有几个朋友拢甲揪过来，对咱的赢面可能会较大吼。咱即摆看吼，美国除了销售武器予咱台湾之外吼，其实吼伊即摆联合吼英国吼日本吼。甚至法国吼，拢过来讲，咱来过即个印太地区，安尼看好无吼？咱即摆看，顶礼拜吼，看嘛讲，英国舰队吼，伊要派航空母舰过来呢。你莫讲，其实英国的海军其实愈来愈细只吼，愈来愈细，规模愈来愈少。人甘愿派这吼，剩一两只的航空母舰来甲。太平洋哦，而且是常驻哦，吼，伊拢调一只哦，甲你巡逻哦，吼，啊，你讲法国法国咱应该是去年有一个巡逻舰吼叫普越号吼，
普越号也小小的巡逻舰，经过台湾海峡哦，所以你看摆呢吼，英国、法国吼拢派过来吼，那阿莫讲日本啊，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吼，定定拢甲美国有演习吼，所以咱即马吼，面对吼中国的压力吼，无要紧吼，咱即马除了美国卖咱武器啦外，其实美国嘛甲咱招朋友过来吼，比如英国、法国吼。甚至澳大利亚吼，我讲我听后摆吼，咱军事老啊高吼，拢做甲较高啊吼，那即马吼真正剩看中国的态度，看中国的态度，所以头拄啊，其实这个咱讲正义，这个教授嘛有讲到吼，咱讲其实咱台湾做啊真好，防卫嘛做啊真好，咱国际这个能量嘛真强吼，所以这条球是咱拍过互伊，等伊安怎接啦吼，所以嘛是有这款意思啦吼。头拄啊，这个国民主任嘛是安尼这个意思啦吼。上尾咱阁请教这个理事长啦吼，所以咱安尼看到，伫咧过渡政权，咱头拄嘛讲到，美国的这个支持是无咧落软啦吼。尤其咱讲吼，即阵咱头拄嘛讨论过，这个五里目州的吼，这个联名可能要阁邀请这个吼其他的这个同伴入来。这全球吼，这张牌犹原是伫咧空中的这个大态势嘛。但是嘛有人讲吼国内人咧讲的，伊讲吼，这个中美关系有影看到讲有咧寻求一寡这个对话空间。但是原来吼，咱讲这个球，如果台湾人家己讲的吼，讲这个球是咱蔡政府爱家己去面对，你安怎看呢？咱会来看到这个啥，这个所有的人咧讲里面上重要的一句话吼，叫做合作。国际合作是上重要的哈。咱看这个啥澳洲，澳洲哈，澳洲啦。讲迄个啥葡萄酒咧，你看卖因的迄个规个拢压伫个，保证金，拢压伫个啥中国。啊，即马中国啊反制了，你看卖咧，伊个规个系列咧啊，伊即马规个经济哈，拢受不了的哈。不管是啥葡萄酒，哈，这红酒啦，还是这个啥，这个龙虾啊，哈。啊，你一大堆，反正你也知影，我后生伫迄个澳洲吼，结果呢，伊讲吼，即摆规个迄个澳洲较早是安尼，青浦浦对不对？咱拢去遐打工，即摆免啦，即摆连打工拢无机会啊，啊，这个见真啊，家己的规个迄个经济吼，压伫咧一个国家，啊，两个啊起歹面了，你就食袂起啊，所以咱较早是台商拢伫大陆底下伫遐迄个投资，啊，即马因为较早咱地价迄个啥，迄个分散伫迄个新南向去，所以咱迄个啥，叫做台商吼已经拢是分商，已经拢分散伫各国去啊，吼。所以咱即摆是一个迄个疫情的时阵咯，咱看到台湾的一个经济无受到即个疫情的影响。啊，佮当迄个啥股票咱破14点，可见的啥，叫袂使甲所有的迄个鸡卵吼，放伫一个篮中，啊，无甲所有的鸡卵放一个篮中的是，咱中强调是啥合作，哦，你像即个澳洲伊即摆就是无迄个啥，迄个五眼联盟内底，啊，毋过伊啥当初的是医疗安全放了伫迄个美国，放伫即个啥即个联盟内底。啊，毋过伊甲经济放伫咧中国，啊，即摆是中国用经济来控制你，嘿，你就无法度啊。所以这是啥，规拢爱平衡，毋管是经济啦、吼国防啦，还是迄个啥国际啦，这方面，全球拢一定爱合作，才有法度对抗这个啥，即摆这个霸权，看会到的就是啥，这个中国这个霸权，完全不让的这种霸权。OK， 所以咱嘛讲到吼，这个。咱讲这个态势已经形成，但是咱嘛看到讲吼，中国这个外交部长吼，王毅啦吼，伊去世界讲吼，我着咱讲华语吼，递橄榄枝吼，这个美国啊吼，讲吼咱真正爱开始对话啦吼，但是咱看到讲过去这个美国嘛讲吼，我甲你吼真济这个官员吼，甲你吼。处罚啦吼，这个部分两个也咧相斗，伫咧过渡政权的时阵，其实美国的这个态度，犹原是要甲伊压较底啦吼。但是咱讲这台湾这个部分呢，咱头拄嘛讲到，这个球即阵是咱拍互伊啊吼，即阵北京会拍什么球转来？我咧想讲，北京应该有较冷静，较冷静，会等候，等候这拜登。上台哦，但是有那看见这个川普，虽然讲也个有41啦，唔知川普也个要个变盘呀，有足这对台湾可能改变的一寡政策，所以有那是足紧张，好，有那是足注意这个
拜登起来以后，希望会当来改善这个美国甲中国的关系。是，就是讲以这个过程的内底啊，咱有咱爱足小心吼。咱看见这个澳洲有拄着足侪甲台湾过去拄着，完全都共款的吼。啊，但是咱有咱会知影。这个川普这政府，伊有这种的政策啊，讲应该联合起来，来报复中国。是，一挂的计划，因为中国安那来欺负台湾，中国安那来欺负这澳洲，吼，啊过去中国安那欺负这个韩国，以这个飞弹的报复内底，吼，所以大家国家虽然讲中国是哪来哪强无唔对，哪来哪阿爸，是啊，互大家都爱紧张起来，就讲唔惊靠家己。的力量，大家联合起来，靠这种的智慧，而且统一战线，会当来改变中国这款的看法。这个统一，这个战线哈，头拄仔咱嘛讲到吼，欧洲可能这个拄好困醒啊吼，啊其他这个澳洲也好，啊是其他咱讲吼，这个五绿目睭这个人民吼，拢嘛看透透啊，看到中国这个本性是啥吼，阿爸的这个本性吼，啊台湾过去就是去互打压真久啊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吼，这回这个美国伫咧吼过渡政权内底，这个政策会当延续啦吼，伫咧国防头顶，伫咧外交方面吼，拢支持咱台湾吼，咱嘛希望吼，咱这个防卫的这力量嘛是做甲真好势，啊嘛吼其他的国家嘛享受咱讲吼，真正咧保护咱的这个时阵嘛保护着因的这个。部分哈，尤其咱讲，咱的这个位置非常这个重要吼嘛，符合因的这个战略性的这个利益伫咧啦吼，所以今日透过节目，咱就讲吼，这个过渡政权的这个时阵，咱台湾安怎去徛起，安怎去运营。非常感谢3位来宾，嘛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马上再会，感谢，多谢。